正义需要强大的悟空，扛着盟主头衔的皮侠客，在浪迹江湖多年后，终于回到那熟悉的家乡，那受邪恶染指的家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克客栈，克卡哈丁。提到咱们有名的哈嘎种，那霸天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堆，而称霸北台湾的想都不用想，当然就是哪个是？好像没有一个称呼来总括北部的客家人呢。虽然我们知道桃竹苗山区有很多客家人，但这些哈种彼此没有太多联系，很难说是一个紧密的文化社群。不过别急啊，各位朋友仔细一看就会发现，北部哈宁大多聚集在一条重要的道路上，没错，就是咱们的台山线。台山线这条台山线可是故事多多啊。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，在北部开天辟地的客家人，因为来台较晚，械斗打树或是原乡习惯，只好不断的往山区开，就这么开到了汉番交界区。对哈宁跟原住民朋友来说，一边在争取各种生存空间的机会，一边是避免生活空间猎场被压迫，双方乒乓乓乓，敌死我活，互不相让，简直烧烫烫的生死之战啊！为了防范原住民，清国政府与民间架起防御工事，这就是所谓的爱，而防守的 people 就称作爱勇，而这条山地防御线当然用膝盖来回答，就称作爱勇线。日治时期总督府更是架设木墙电网，还发动战争推进爱勇线，直到原住民部落几乎都被征服，爱勇线才下台一鞠躬，被离番道路给取代。中华民国政府以后，这条马路有了新的编号，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台山线。也因为上面这些噼里啪啦的故事，台山线就成为哈种群聚的重要干道。但要如何通过一条马路一口气整合这里四散的哈种呢？想拉高能见度，当然就是要来个解 king， 大家 celebrate 一下啊！解 king 就冲黑打天发炮枪用，不只能迅速看到成效，还能吸引大量人潮，好棒啊！各乡镇马上行动，自己举办活动，像是北埔捧红节、新埔吃饼稳法节、瑞湾水球拱法节，在完成99个哈种 say king 点以后，终于由中央政府牺牲召唤出横跨桃竹苗所有哈种的统法机了。为了一同提振台湾客家文化，政府也推动你一定听过但没听过你现在也听过的龙曼台山线计划，希望借由这条北部哈种的主要干道，将客家文化和产业一起串联，在民间和政府一同努力之下，到底能不能壮大在地客家文化的根基，同时在产业和文化发展中取得平衡，我们就只能继续看下去啦。说到这边，皮侠客将浪迹多年习得的武功传授给家乡的乡亲父老们，虽不求人人都能领悟绝世武功，但希望在邪恶势力摧毁家园之际，乡亲们都能做好准备，保卫家园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在公司留宿了一晚，没有特别好睡，但也没有彻夜难眠。拍摄是持续的，我想记录观察生活上的变化。Hello， 你今天去哪？桃园。桃园？桃园吃饭。好。台山线的起点，客家菜的起点，也是话题的起点。闲聊过程中，我聊到过去的幼稚，我曾与朋友嬉闹嘲笑一名拿着客家油伞的女孩，而那段记忆不管想起几次，都会为当时的自己尴尬。我们开了约莫15公里就离开台山线了，对总长434公里的台山线，我就像不曾前进般，但今日的目的却就在眼前。到了桃园，餐厅未开，我们在附近晃晃，对面就有一座国小。你为什么在看小学生啊？你变态哦！这边的那个装潢，老实讲会让人想到以前真的是比较乡村地区。客家菜很合嘴，但是否真的是客家菜原本的味道，还是迎合了现代口味，我就无法确定了。现在还吃得到真正的客家口味吗？说不定根本就没有所谓真正这件事，只有我们相不相信而已。时间过去了，只有名字被保留，其他事物都在流动，都在变化。不管是今日吃下去的口味，还是今后的生活，我想我会持续用相机记录生活。把这流动的时刻永远停留在记忆卡里。你还有在录吗？还有。